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行政院长苏贞昌在4日率领卫福部长陈时中及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前往台北港视察进口猪肉的通关作业。而苏贞昌受访时强调，今天他不是来看来猪，而是来看检验的整个准备跟程序。另外，他也提起政府每天会提供猪肉仪表板的网络资讯，让民众可以一目了然。我是来看检验的整个准备跟程序，我们也可能都看不到来猪，因为台湾以贸易立国，我们的货要销出去，我们也不得不要接受人家的卖进来，但政府以符合国际标准、科学证据，虽然进口厂商都说不会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而且进口后它也都会明白标示不含莱克多巴胺，但政府为民众健康会严格把关。今天我们就是来台北关，来在财政部、关务署、还卫福部、食药署，大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但有经济部货物的批号，而且还有所有相关的检验程序，并且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后都是逐笔查验，并且进口厂商进口的猪肉也都有相关的标示，跟着货品走，所以请国人放心，政府一定为全国民众的食品安全把关。而台湾开放来猪进口，没想到却换来输美的轮胎遭课重税。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受访时表示，国家在开放来猪前，应该要说清楚能带来什么效益，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另外，针对台中市政府日前传出普查肉品时，连素食店也不放过，侯友宜也对此做出回应，要大家别担心。也是没有去查过素食店是不是含有猪肉以及是不是来猪。新北市在所有的作为上，一定有程序步骤，而且一定能够跟我们的基层的接地气，了解实际的状况，才会有实际的行动。所以素食店根据我们新北市的了解，并没有这项作为。双边贸易，国家在开放来猪要进来之前，其实中央政府应该跟我们全国民众多了解，让民众知道来猪进来的到底那双方的贸易上到底给我们中华民国带来什么样的效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承担。从一开始，中央都没有好好是全国的民众做报告，以至于现在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民众不了解实际的状况。我一直觉得把来猪说清楚，把来猪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大家摊开来，因为只有全国国民上下一心团结。面临所有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承担，一起来解决，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好，谢谢。卫福部长陈时中日前宣布，自今年起健保费率调整为5.17%，调整后原本接受政府的全额补助约如低收入户、替代役等126万民众，其保险费负担皆不受影响。而至于受雇者，平均每人增加63元，有70%以上每月增加70元以内。大家好哈。那这两天都有一些重大的讯息要跟大家宣布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报告就是我们的健保健保的费率那已经核定了哈。我们的健保费率从1月1号起调整为5.17，调整为5.17。那基本上在调整为5.17的时候大概大家也看到下面做了一个表。基本上就是说，农渔在弱势低收入户、义务役、替代役在兼服刑者，这是政府全额补助，所以对他在费用上面没有影响。那农渔民
每个月会增加34块。那受雇者从月薪24000元也是增加34块，月薪3万元增加44块，月薪7万元会增加每个月增加105块，月薪18万元的增加262块。那简单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费率的变化之后，大家在经济上的一个就是保费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也让大家了解。那至于在调整费率，不单是调整费率，那同时有几件问题有些是长期的问题那有一些现在常常被谈论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也大概上对于整个的健保除了在费用上之外，那我们最基本的精神还是在投资健康投资健康。那健保是我们在维持我们大家一个健康，那活得久活得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安全制度所以除了在财务上要维持它收支的平衡之外，另外减少浪费、负担公平跟提升品质这3个面向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除了把费率调到5.17之外对于整个医疗资源的有效的运用，那怎么样运用云端的资料来资源能够分享，让我们的医疗效率能够提高，那也可以抑制医疗资源的不当的耗用。那至于大家常提到的一个相关就等于一个外国人旅外国人的权利义务那补充保费跟我们是以薪资为基础的一个费率是不是有一个需要进一步的再来检讨？那还有另外对于部分负担，对于高使用者在部分负担里面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负担能够更公平？那为了整体来讲，我们还是认为品质的提升是整体健保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所以我们订定了一个4年到6年的全民健康保险中长期的改革计划。那对于我们的给支付的制度跟我们的健康照护体系做一些比较大家长期一直在研究需要改革的地方，做出一些改革。那另外重要的概念，怎么样整合公共卫生体系与健保的资源，让我们从预防到医疗到最后的照顾安宁的照顾，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整合让我们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活得久一起来努力。再来带您看到英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加上变种病毒流行。日前，首相强生透过电视谈话表示，为减缓病毒传播及医疗公卫系统崩溃的风险，宣布英格兰地区自当地时间5日午夜起封城6周至2月中旬。In England, we must therefore go into a national lockdown which is tough enough to contain this variant. Today, the United Kingdom's chief medical officers have advise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move to alert level 5, meaning that if action is not taken, NHS capacity may be overwhelmed within 21 days. Began last year, the whole United Kingdom has been engaged in a great national effort to fight COVID. And there's no doubt that in fighting the old variant of the virus, our collective efforts were working and would have continued to work. But we now have a new variant of the virus, and it's been both frustrating and alarming to see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new variant is spreading. Our scientists have confirmed this new variant is between 50 and 70% more transmissible. That means you're much, much more likely to catch the virus and to pass it on. As I speak to you tonight, our hospital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 from COVID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n England alone, the number of COVID patients in hospitals has increased by nearly a third in the last week to almost 27,000. And that number is 40% higher than the first peak in April. On the 29th of December, more than 80,000 peopl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across the UK, a new record. The number of deaths is up by 20% over the last week and will sadly rise further. And my thoughts are with all those who've lost loved ones. With most of the country already under extreme measures, it's clear
that we need to do more together to bring this new variant under control while our vaccines are rolled out. In England, we must therefore go into a national lockdown which is tough enough to contain this variant. That means the government is once again instructing you to stay at home. You may only leave home for limited reasons permitted in law, such as to shop for essentials, to work if you absolutely cannot work from home, to exercise, to seek medical assistance, or to escape domestic abuse. And because we now have to do everything we possibly can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primary schools, secondary schools, and colleges across England must move to remote provision from tomorrow, except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 of key workers.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inconvenience and distress this late change will cause millions of parents and pupils up and down the country. Parents whose children were in school today may reasonably ask why we did not take this decision sooner. And the answer is simply that we'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keep schools open because we know how important each day in education is to children's life chances. And I want to stress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schools are unsafe for children. Children are still very unlikely to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even the new variant of COVID. The problem is that schools may nonetheless act as vectors for transmission, causing the virus to spread between households. Today, the United Kingdom's chief medical officers have advise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move to alert level 5, meaning that if action is not taken, NHS capacity may be overwhelmed within 21 days. 而日本近期疫情升温，其中以东京及周边县城最为严重。日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同埼玉县、千叶县及神奈川县共4名知事一同向中央提出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请求。而日本首相官邸在4日召开记者会，首相菅义伟也表示，考虑在本周东京圈内的1都3县进入紧急状态。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ついては、引き続き1日の感染者数が3000人を超え、重症者数も高い水準で推移をしており、非常に厳しい状況だと認識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まずは、年末年始も最前線で戦っておられる医療、介護をはじめとする関係の方々、そして外出や帰省を控えていただいている国民の皆様に心から感謝を申し上げる次第です。第一に感染対策です。12月の人出は多くの場所で減少しましたが、特に東京と近県の繁華街の夜の人出はあまり減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昨年以来、対策に取り組む中で判明したことは、経路不明の感染原因の多くは、飲食によるものと専門家が指摘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したがって、飲食でのリスクを抑えることが重要です。そのため、夜の会合を控え、飲食店の時間短縮にご協力いただくことが最も有効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1都3県について、改めて、先般時間短縮の20時までの前倒しを要請をいたしました。そして国として、緊急事態宣言の検討に入ります。第4にワクチンです。感染対策の決め手となるワクチンについては、当初2月中に製薬会社の治験データがまとま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日本政府から米国本社に対して強く要請し、今月中に
まとまる予定であります。その上で安全性、有効性の審査を進めて承認されたワクチンをできる限り2月下旬までには接種開始できるように政府一体となって準備を進めております。まずは医療従事者、高齢者施設の従業員の皆さんから順次開始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私も率先してワクチンを接種いたします。政府为了防疫而使用的电子围篱 2.0， 用来监测法律授权的居家检疫、隔离及自主健康管理者。虽然不是追踪全民手机，也非利用每个人的 GPS， 但仍遭外界质疑，恐游走在人权和侵犯隐私的边缘。而卫福部长陈时中日前表示，相关的个人资讯会依规定在搜集后的28天销毁。从来不是去要了解民众什么私讯的内容，或者去查哪一个人的什么样子的通讯，而是基于维护2300万人的健康，我们对于防疫有高规格的要求，对于极少数高危险群的个案，我们政府基于保护2300万人的健康，有整套的防疫 SOP， 所以用我们能够采用的方法来了解各个危险群的个人有没有违反规定。如果违反规定，我们立即查查，立即制止，也是保护国人的健康。这个不会侵害个人的隐私，政府也没有要去探访查任何个人的这些资讯，只是要掌握保护国人健康，所以是根据整套防疫需求所做的 SOP。过去1年多来，也看出台湾因为这样，所以非常的有效果，也从没有去侵犯任何个人隐私。节目全明星运动会于3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总冠军赛，红队队长姚元浩在庆功宴上释放压力，情绪溃堤泪崩，而蓝队队长胡宇威则因为右脚踝骨折与队员发生不少趣事，带您看以下报道。我们就是一个 family，对，真的。然后我们的事件也是真的最多在一起了。我觉得要公布汉典的录音。我们之后汉典有一天晚上，我们之后也是12点，我们早上5、6点练习，然后凌晨12点他打电话给我，他语重心长的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讲说，浩哥，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来录这个节目，然后好像跟他心里想的不一样。看，为什么每天都要花那么多时间练习？但是因为他的汉典真的很难，但是他隔天还是出现了。对，我还是到了，因为我录完大热门，我就在碧潭出现了。对，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可能在录大热门，然后我划完龙舟之后，我又到大热门去报道了。哇，都没睡。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个是需要我的，我一定要到，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团队。但是我真的常常骂他。因为我很烂，没有，像这一个礼拜好了，我们刚刚小巨蛋比完，其实我们在练躲避球的时候，我有打电话，不是很客气的跟汉典讲话，我就说，因为他要去跨年，他要去新竹跨年，然后我说汉典可以再给我1个小时就好了吗？你1个小时陪我们打个躲避球，你再去跨年。他回我说冰冰姐会骂他，你不用彩排了，你就是到那个感觉，你拿起麦克风你就可以准备。但是你应该早一点跟我讲，不是说我走的时候转头就走。不是，我跟他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会要上通告，或者说记者在问我们说，这一集要录节目，然后可能要录好朋友，但是我们经纪人问我说，你告诉我你的好朋友是谁？好朋友的名单。其实我说真的，我也说不出来。等一下，你不要说只有你们两个，我也是这种状况。真的吗？谢谢。以后你要记得，你有我，你有我，对 ，OK， 你有我，没有。但是我们找你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有通告，不会啊。他要队长站起来。
感动到不行，他平常都站不起来。歪掉就是我要讲这个原因，是因为喝口水了。跨年的时候，我们也是约大家蓝队所有人一起来跨年。然后那时候因为宇威哥说他脚要休息，他必须一直举着这样。然后我就传讯给他说，没关系，你来我家，我会让你一直举着。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对话也太变态了吧，我赶快收回这样。所以就开启了这一整个，他脚要一直举着，是脚，大家不要误会，是脚，双脚。不要说你来我家，我会让你一直在看。反正就是诸如此类，就是因为他只要脚啊，他只要讲清楚，身体站起来，我们就会很感动。但是不要在那边一直乱想。最让我觉得很辛苦的是有一个受伤的那一刻，就是我会觉得晴天霹雳，因为我是在他旁边完全目睹整个过程。然后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走出校园，我们还说你这状况应该还好吧，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其实就小小微微就很鼓励他说没事没事，然后我们就陪他去医院，然后看到那个照片，哇，我真的很像一把枪直接打在我身上，砰一枪，然后看着他大叹气，我的眼泪就止住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明天那个划龙舟是他最想要划的，所以那时候真的觉得。直接黑暗了一片，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下午我们还要去练射箭，所以练射箭的整个状态都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熬过来了，所以那一刻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我觉得真是我觉得最，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感情就很像家人，就是他受伤骨头断，我觉得好像我自己骨头心也断掉了。的感觉，我们现在的心已经是彼此黏在一起，我们见面的时间基本上都比家人还多，所以那种感同身受，你是可以在旁边很明显感受到这个能量的，所以应该最辛苦的是这个，但是 OK， 一切都过去了。他翠晨说他失恋都没有流过眼泪，他一听到我是不是哪壶不提提到？没有这个，他就说因为宇威哥很像他真的。哥哥的感觉，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他连失恋都没有哭，因为他一听到他的消息他就流眼泪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动真情。我第一次因为一个男生哭了。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